琴日香港發生咗一場好嚴重嘅火災，波及咗8棟大樓，火勢蔓延得好快，好多人失去咗住所，亦都失去咗佢哋嘅親人。令人更心碎嘅係喺救援嘅過程中，有一位消防員殉咗職，佢將生命交咗俾職責，但係自己冇走出火場。但無論責任最終指向邊個，咁樣嘅結果都係令大家所有人都好痛心。我哋可以做嘅唔多，就係關注事件嘅進展，分享權威嘅信息，俾受害者一啲空間同埋一啲溫度，希望每個受影響嘅家庭都會盡快得到安置同幫助，亦都希望嗰個消防員安息。希望大家多多留意呢件事，將你嘅一點關注俾嗰啲正喺度經歷痛苦嘅人。希望呢個世界因為我哋多一點在意，會更柔軟一啲。我哋準備咗稿係因為我覺得呢件咁莊嚴嘅事情係需要比較嚴肅咁樣講。好，加油！你話會好起來的，會好起來的。啊，加油！加油！